粉丝要求让我们吃新疆美食，这里面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怎么没大碗呢？我选这个。这是什么饭？新疆手抓饭。对，这个以手抓着吃。手抓饭？你还真拿手抓？你不会吃啊？不会吃我来帮你吃。我又没说我不吃。那你先选了。谁让？葡萄干也是新疆的吗？对，谁做的菜拿这个来充数？打完了。哎呀，新疆炒米粉。